下来继续正段消息，来看民众党的立委李清秀就任1个月，伊的国籍甲户籍相同的争议是继续来探烧。这摆更加传出讲，公部门将要向法院提出着当选无效之诉。李清秀是再度来强调讲，伊1999年就已经放弃着中国的户籍，伊讲伊相信司法会做出着公正的裁判。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是来话话，讲这个法律的问题，就透过法律来解决，莫安尼一直政治操作。做法共党立委洪玉祥面册文章，民众党立委李清秀完成宣誓已经就职1个月，严格敢未当继续做立委。红社讲中选会会向法院提出当选无效的诉讼，中选会回应将会提请委员会议审议后依法做决定。李清秀强调，在1999年依法摕到中华民国的户籍，早在当时就已经放弃中国的户籍，尊重机关提出司法听诉的权利，也相信司法制度会做出公正的判断。如果遵守中华民国宪法，今天没有任何争议。谢谢。是讲针对李清秀敢有符合资格，李清秀主张，在1999年已经注销中国的户籍。严格立委会表示，伊是2005年才提交，真正无任何证明，也等于李清秀在2013年被提名时有相定户籍。北美媒体更加讲，立委会主委曲水正在旧历年后已经拜会中选会，认定李清秀无立委的参选资格。我觉得法律的问题，透过司法程序来加以解决，有一个公正的裁判，不要一直进行政治上面的操作。党主席黄国昌话讲，法律问题得交由法律来解决。是讲中选会无法度直接注销当选资格，甚至依照规定，至少要有5位委员才会当举行会议，而且做决议。目前中选会敢若剩4位委员，李清秀的资格是要安怎解决，阁是一个问题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